啊，若过来这件是这个大街路顶警察约查啦，惊险万分。台中一个毒品的通缉犯骑乌多摆，而且是啉酒啉到规个面红记记，真歹运，拄着警察要甲抓落来。通缉犯起着惊，因为一来有啉酒，二来家己佫是通缉犯，所以这个乌多摆等一边赶紧来绕跑。结果一个警长摔倒在地，差一点互驶到位的骑车甲弄过去，甲搞过去。加在警察嘛也同一时间赶到位，一个反手的压制，甲伊抓起来。 男子对对面的车道一直走，车嘛足济，也搁下过安全岛，一个被稳全跋倒，差点去车弄着。原来男子中昼啉酒，惊讲去掠着，抓走互警察捉，差一点弄着伊的驾驶，惊甲一直甲车倒退路。好在加在警察反应真紧，用家己的身体甲逮咧，甲这个男子抓起来。边仔民众嘛赶紧过来斗相共，指挥交通。代志是发生伫台中中清路一段。 警察发现38岁技师面红红，可能是啉烧酒醉骑车，想要甲问一个尔，伊就开始走。经询问，该名男子神色慌张，闪烁其词，随即转身拔腿就跑。那经查，这名男子是一名毒品通缉犯，那全案依法移送侦办。其实这个技师酒测值无超过标准，但是伊是毒品通缉犯，心虚，最后赶快嘛是去抓起来。